弟兄姊妹，第三次嘅理財分享咧，好想同大家分享關於慷慨。一講起慷慨咧，不自不然就會想到咧關於施予同埋奉獻嘅事情，因為咧佢哋其實係彼此關聯嘅。若當你諗下聖經裏面有冇正確地揾到一啲關於慷慨嘅形容咧，其實係寥寥可數嘅，好難揾得到。或者話有嘅就係喺新約裏邊咧，主要喺哥林多後書第9章咧。保羅曾經用嚟去講施予嘅時候咧，都有略略講過，我哋要持續咁樣去施予，建立慷慨而出嚟。又或者咧喺舊約嘅裏邊咧，詩篇37篇21節，新譯本嘅翻譯咧就講到話，惡人借貸總不償還，義人卻慷慨施捨。佢將慷慨同施捨咧兩者同時嘅使用，合併一齊嚟講一件事情。其實慷慨係講緊一個人嘅品格，我哋幾時能夠知道呢個人係慷慨嘅呢？佢係點樣慷慨法呢？一定係要透過佢施予嘅行為當中去表達出嚟㗎。所以喺聖經裏面咧，當講到慷慨嘅時候咧，大多數佢都會隱藏咗喺施予或者施捨呢個字嘅裏邊，就係講緊人透過呢個行動，佢俾出嚟啦，向外分發啦，等等呢啲嘅行動咧，去表達緊呢個人有慷慨呢件事情。因為慷慨其實係講緊指一個人去面對別人嘅需要嘅時候咧，佢嗰份單純咧、正直咧同埋坦率嘅性情，因為見到別人嘅需要，佢動咗心就直接作出施予嘅行為啦。即係話咧，如果你見到有人有需要而視而不見啦，又或者你知道咗啦，但係佢係阻攔自己嘅心，唔肯去作出回應嘅時候咧，其實你反而係好似箴言第28章27節嘅新譯本一樣，佢話周濟窮人的必不致缺乏，閉眼不理他們的必多受咒詛。你嘅心咧變得複雜你嘅心見到嗰啲嘅事情咧，你會做一啲嘅處理唔係隨心而發㗎。你咧爛咗自己嘅心啦，或者視而不見嘅時候咧，呢個咁複雜嘅情況咧就唔係屬於慷慨啦。又或者咧，當你嘅心有反應，但係你心裏面有好多嘅盤算啦，15、16又唔捨得啦，又想幫手啦，裏面咧嘰哩咕嚕咁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唔算咧係一個即係你透過施捨出嚟嘅時候去彰顯神呢個慷慨嘅品格。因為你裡面比較複雜，唔係一個一見到有需要你就施捨呢種嘅行動咧，背後嗰個心態咧，仲未達到好似上帝嗰個級數一樣嘅慷慨嘅品格喎。難怪咧，保羅喺哥林多後書第9章7節，佢話各人要隨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原來呢咁樣嘅施予嘅心態咧，先係讓我哋能夠建立出好似神嘅屬性咁樣嘅慷慨嘅品格。所以咧聖經都鼓勵我哋要鼓勵我哋咧學習去奉獻成為一個咧透過學習奉獻去達成呢個嘅最終目的，就係透過奉獻嘅操練咧去建立好似上帝一樣嘅慷慨嘅屬性。所以神其實唔係要透過我哋咧去奉獻去籌錢啦，亦都唔係要我哋咧喺奉獻嘅裏面咧個重點喺錢嘅裏邊，而係好希望操練我哋俾出嚟，然後建立我哋呢個嘅品格所以咧我哋咧必須要經過咧參與咧，或者我哋落水咧去進入一個嘅慷慨嘅循環呢個慷慨循環咧就係好似箴言第11章24至到25節嗰度所形容嘅咧。佢點樣形容咧？佢話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嗇過度的反致貧乏，好施捨的必得富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即係當我哋越去奉獻施予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去滿足一啲人嘅需要，或者滿足咗一啲缺乏。而呢啲嘅祝福嘅行動，呢啲施予嘅行動咧，就正如我哋所講嘅，施比受更為有福。我哋會更多有嗰個嘅祝福喺物質上咧，
心靈上咧會收到更多嘅祝福嘅時候，我哋又重複能夠有嘅所擁有嘅咧，再去作出奉獻同施予一路呢個循環嘅裏邊咧，我哋就不經不覺咁樣去操練咗咧一個好似神一樣嘅慷慨嘅品格，成為咗我哋裡面嘅一部分。所以我哋可以透過咧我哋恆常嘅奉獻咧，就好似我哋恆常有11奉獻常常作出呢個嘅奉獻咧，去保持住我哋嗰種嘅施予，就係俾出嚟呢個嘅動態，俾出嚟呢個嘅動作，讓我哋有一個習慣，亦都唔好難咗自己嘅心，讓我哋嘅心變得簡單、單純同直接。更加喺一路操練嘅時候咧，我哋就留意身邊周邊有冇啲嘅需要，好讓我哋發揮呢個施予嘅精神去俾出去，讓我哋好似上帝一樣去祝福別人。唔知道你係咪正在喺呢個慷慨嘅循環當中經歷到祝福同埋一路咁樣操練呢？最後我都好想再次用哥林多後書第9章第7節去鼓勵你，你要隨着自己嘅心，千祈唔好作難，唔好勉強咁樣去作出呢個行動，讓神喜愛你，亦都讓你變得更加似上帝。祝福你。